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10月1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97节到104节，耶利米书第31章15节到26节，马可福音第10章46节到5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医治。生命的人需要被医治，但很多时候我们所需要的不只是肉体上的医治，当然也包括心灵上的治愈。耶稣基督每次在医治人的时候，不但从肉体的医治上面行了神之医治人之外，他还会在人的心灵上来医治人。他经常的说，你的罪得赦免了，或者是说，你的信心治好了你。今天的经文马可福音第10章第46节到52节，经文这样说道：他们来到耶利哥，当耶稣与他的门徒和一大群人离开耶利哥的时候，有一个盲人，底买的儿子巴底买，坐在路旁讨饭。他一听说是拿撒勒人耶稣，就喊着说：大卫之子耶稣啊，可怜我吧！许多人就责备他，叫他不要作声。可是他更大声喊叫：大卫之子啊，可怜我吧！耶稣就站住，说：叫他过来。他们就对盲人说：你放心，起来，他叫你呢。盲人马上扔掉外衣，跳起来，走到耶稣跟前。耶稣问他：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盲人回答：